即係 TEDx 就好似一個平台，咁就俾唔同嘅高學歷殘疾人士啦，咁佢哋就有個機會去認識彼此，係啦。咁有時我哋即係弱聽或者聾人啦，佢哋好多時都係認識翻自己個圈子、自己個群體，咁就好似自成一角，咁就好似冇一個機會可以俾我哋去試下接觸唔同即係特殊需要嘅朋友啦。咁 TEDx 正正咧就好似做咗一個橋梁咁樣，係啦，咁就俾我哋可以知道唔同特殊需要嘅人佢哋嘅身體狀況係點啦，佢哋平時遇到嘅困難係點樣啊，即係或者唔單止困難啦，或者平時生活上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可能因為身體上面帶嚟嘅唔方便啊，或者有啲係搞笑嘅位啊，咁我哋都可以互相去分享咯，係啊。我夢想係賺好多錢咯，但好似做唔到。夢想，我嘅夢想係環遊世界，因為啱啱 Kimberly 都有話我好中意試唔同嘅新嘢，好中意去啲唔同嘅國家去發掘一啲新有趣新奇嘅事物，因為我覺得喺香港生活實在太苦悶啦，同埋啲人嘅步伐好急促，咁有時都會想離開香港去即係去體驗唔同嘅文化啦咁樣。